认得去阿嬷兜，我好啦，打来去。认得是真心实的囡仔，真敖讲话，敖做代志。一日，外妈来探面，看认得的身躯无甚物用，散散无甚物要食，就甲伊的老母讲，着互我带伊倒去阮兜，食风行行。老母讲，好，毋知伊会晓袂，惊了伊毋去。过等无久，认得入来，阿嬷问伊，认得你今年几岁？认得用砖头仔比讲，我今年5岁。阿嬷讲，你真大汉，我明仔载要倒去，你着甲阿嬷相甲去，阿嬷是真疼你，好吗？认得讲，啊，我毋爱去。阿嬷讲，阮兜伫内山，有牛、羊、猪、鸡、田，你毋捌看，你着来。认得的目睭金金，直直想，后来讲，阿嬷，好，我要甲你去。认得去房内，找一条手巾。红仔图几若张，一罐红气滴，一粒柑、甘露，家己包真好势，举雨伞，去找阿嬷讲，我好啦，打来去。阿嬷甲老母真爱笑，拢毋知囡仔在做甚物。